梗係要睇醫生，除咗西醫，而家多咗人睇中醫，希望借助中醫嚟調理好身體。最主要去睇嘅時候都係靠啲朋友介紹下，呢個好啊，咁我哋去睇嘅咁樣。新聞淘寶重溫1995年專題，當時政府仲未立法規管中藥同中醫註冊，嗰陣睇中醫有冇保障？今晚集中同大家講下中醫嘅問題，或者大家都會見過各式各樣嘅中醫宣傳廣告，例如一啲話包醫奇難雜症，連癌症都話有得醫，究竟真唔真呢？市民點揀呢？我哋先睇一個例子。我不過要錢啫，佢要嘅係生命，南院係呢隻，我不斷依家做研究，所以我嗰個名叫做癌治病症中醫嘅研究院。呢位謝醫師所指嘅研究院呢，其實只有佢一個成員，係專門研製醫治癌症、不育同埋選擇生男生女嘅藥。例如呢一種藥品，佢話可以醫治癌症同埋包生仔。呢一種藥咧就可以醫治胃病同埋多種癌症。總之種種藥都話有多種用途，但係藥嘅成分，白米面。我冇專利啊嘛，我冇自己保持啲技術秘密啊，個個都知。新聞頭髮隨緣白米面隨緣。我哋根據佢嘅病人個人資料，揾到佢所知嘅病人黃先生。謝醫師話：要對黃先生嘅末期淋巴有的多謝是我的明。因為頸背痛睇過謝醫師。你總共去過幾多次揾謝醫師？佢6次都係話你有癌症。咁佢即係食啲咧，我哋好嘅，即係我諗住食下藥睇下點先。黃先生一次過攞咗5日藥，一共用咗1500蚊，但係啲藥冇效。都唔好咁快嘅，呢啲晚期啊。晚期要食幾多針先有效？2-3個月咁咯。直到黃先生睇西醫照 X 光，發現原嚟根本唔係末期癌症，只不過係有關節炎，即係 X 光片箭嘴所指嘅地方。謝醫師嘅記錄仲指出，黃先生嘅癌細胞有擴散嘅跡象。佢來嘅時候我摸到係有，而且眼睇到有一粒粒腫粒突出。東華三院轄下嘅廣華醫院中醫門診部地方好細，只係佔一個角落。但係其實廣華醫院嘅中醫院歷史悠久，有廣華醫院呢就已經開設，到而家嚟睇中醫嘅市民每日有300幾個。鐵打科最受歡迎，呢個醫師每日要睇100幾個症。雖然法例冇管制中醫，但係東華三院屬下所有醫院嘅中醫門診部醫師都要符合一定嘅條件。要經過筆試啦，試題係我哋東華三院屬下嘅醫生確定嘅，同埋起碼有5年嘅臨床經驗，一定係要中醫學院畢業同埋中醫師學會嘅合格成員。呢度係東華醫院嘅中醫門診部，為咗配合政府逐步管制中醫藥，喺舊年8月施行儲存病歷資料制度，而家已經儲存咗萬幾個病人嘅資料，同西醫一樣。病人患咗咩病，醫師開咗咩藥都要記錄全案。東華三院嘅中醫發展可以話係相當制度化。不過以本港整個中醫體系嚟講，仍然算係少數。政府估計而家本港有4000至1萬個中醫，大部分係個人執業，水準參差。10隻手指有長短，有咧。請你食個新聞。嘈嬲，好啦，喂。佢就係政府狀態不聞不問，入去自生自滅。市民睇中醫而家一般都係靠口碑，並冇行內嘅專業依據。喺政府正式管制之前，市民點樣整體評價中醫呢？我哋啲中醫唔係有啲係堅，有啲係流，有啲係好，有啲係渣。你點揀啊？點知我係邊個好啊？都係醫院好。我諗個朋友做過話得嘅可信性會高過我睇到佢嗰個資歷。媽咪頭先新聞嗰度睇新聞淘寶。喺舊年年尾，政府發表咗中醫藥小組報告，建議喺今年3月成立籌委會，開始進行中醫註冊，踏出國際嘅第一步。促成呢份報告，同
兩種草藥貴州龍膽打死佢！終於又留低人打死佢！屌先！我打死佢，又係你嘅焦點。放大啲。大小便失禁，佢爸爸要經常照顧住佢。當年另一個受害者嘅哥哥喺事發之後，曾經會見立法局議員，促請當局關注同管制中醫中藥。咁而家就有個腦咧又仲係有問題，手腳方面咧仲唔可以喐得。法律行動咧，我諗應該係要好好採取，但係佢最主要目的咧就唔係話攞咩賠償，最緊要第一就係等啲市民知道咧有冇嘅事發生。事後政府成立咗包括政府官員同業內人士嘅小組，深入同有系統咁分析研究中醫中藥。5年幾以嚟，先後多次報告進展，不過具體嘅報告咧仍然喺舊年年尾至有，具體嘅工作仲要等3月籌委會成立至開始。喺今個星期嘅立法局，梁智鴻就質疑政府點解冇實質計劃。陰謀論嘅角度嚟睇，話唔定成立呢個籌委會，只不過係政府一貫性嘅拖延手法。當局花咗5年去諮詢各界、搜集資料，居然都交唔到有具體啲或者詳細啲嘅落實方法。另一方面，各類中醫面臨政府管制，並唔係完全接受註冊同考試制度，認為唔應該淘汰現有嘅中醫，對政府推行進一步管制政策有一定影響。要考試係好，但係唔係無錢。譚明君認為應該保留現有中醫行醫嘅資格。先咧就應該要先照顧原有啲香港呢1萬幾千個，有好多係做咗好多年嘅醫生先你唔好理佢咩資格咩出身，佢係做咗咁多年，佢係做呢行咁多年，你點解唔俾佢做咧？任何啲中醫嘅訓練嘅冇嘅。咁你點學識醫啊？咪自己醫咯，我啲文證先本外啦。謝醫師行醫多年，佢都有入一啲行內嘅會，認為係足夠嘅證明。現在最緊要領一個咁嘅牌，甚至有啲連呢個牌都冇領喎。中醫現在係仲未管制啊嘛。港府一日未立法進一步管制，中醫行業就一直好似而家咁樣，冇一個劃一嘅準則俾市民參考。一般中醫師都有將行內嘅會籍張貼出嚟，但係嗰啲會員身份究竟代表咩？嗰啲會究竟有幾多成員？市民無從稽考。有業內人士認為，即使現有狀況維持，其實亦都唔大不了，因為中醫出問題，近年其實只有1、2單。中醫力都係靠口耳相傳，唔一定要制度化。不過亦都有人朝住制度化嘅路走，例如呢一間即將開始嘅中醫醫療中心，就希望喺香港發展出一套同大陸相近。第5名叫影相。佢哋嘅病人登記方式亦都係參照翻國內嘅準則。呢度嘅醫師全部都係由國內請落嚟，藥劑師亦都係中醫學院畢業。佢哋嘅中心樓高3層，可以提供好大嘅場地。雖然呢一間醫療中心仲未正式開放，但係登記嘅病人已經有3000幾個。佢嘅一個發展路向仲包括籌辦中醫課程，並且為學生提供實習場地。咁係咪97好啦？我覺得咧，香港嘅中醫咧都應該要慢慢要納入正軌。目標都係希望咧喺日後發展成為一間正規嘅中醫院啦。因為香港而家嘅情況係仲未有嘅。